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疫情指挥中心因为武汉肺炎，甲中国河南浙江列做一级流行区，日本也列做注意。留伫乌北的台湾人，因为家属去到立法会登前，但市长的回忆讲，第一批包批状况无符合台湾的要求。菲律宾限制台湾人入境，在野党也呼吁爱反制。正如风声讲，经过辩论，菲律宾有机会撤回禁令。接下来，咱头先来关心到日本的消息。在日本的国内武汉肺炎的感染者，高新增加一个路，是一位伫Okinawa 60多岁查甫计程车司机，好亲像在2月初伊迄天有接触到宣召公主号旅客，才会来受到感染。这也是日本 Okinawa 甲九州地区头一个病例。另外，伫东京都内也新增加2个确诊病例，有可能是接触到感染者才会来治病。日本在国内已经有37例了。有人宣召公主号疫情毋但发生伫个船顶，即马连过去捌上岸接触的人嘛感染武汉肺炎。一名Okinawa60多岁客运车女司机有可能捌伫个2月初一接触过为宣召公主号邮轮上岸的人，14号确定感染肺炎。这嘛是日本Okinawa甲九州地区头一个感染病例。各地の自治体と連携をして、そして検査体制の拡充、治療体制全体のですね、充実を一層加速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感染の拡大を抑えるとともに感染者の重症化。宣召公主号确定感染武汉肺炎的病人有200多人，其中有2名是台湾人。因为病人内底大部分是老大人，为了避免疫情扩大，日本政府为14号下晡开始，和80岁以上符合条件的乘客，落船刷到体育馆的设施，继续隔离到19号。过了后，会继续针对70岁以上的乘客进行落船的隔离加检验。伫咧柬埔寨天气的月13号，伫确定检验了后，拢无人感染，乘客是欢喜的落船。已经有部分的游客统一包机飞到金边，准备要登去厝。伫柬埔寨总理佮到场接乘客落船。បញ្ហាពិតប្រាកដរបស់កម្ពុជាមិនមែនជាកូវីដថ្មីដែលឥឡូវនេះគេហៅ COVID-19 នោះទេនោះគឺការភ័យខ្លាច。除了这2只游轮，佮有挪威保救号游轮，14号透早到澳洲雪梨的时阵，嘛传出有乘客有呼吸道的病，互紧急送病院。迄阵时，所有乘客互限制伫船顶点45分钟，所以一度传出有人感染武汉肺炎。后来澳洲的媒体报道，经过检验，结果是阴性，排除感染肺炎的可能。但是日本第2邦特强飞机隔离的将近200人，嘛已经确定拢无感染病毒，安排了巴士离开隔离的饭店。不过日本的特强第5邦班机下伫16号出发。记者陈世龙报道。因为中国的河南省甲浙江省武汉肺炎病例已经破千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明仔载15开始，甲河南、浙江这2省列做1级流行区。另外，也甲日本的旅游建议提升到注意。另外，伫民众要入境检疫，为着要互更较有效益，对今仔日14开始，只要有台湾的手机号码，入境进前用手机去扫 QR code， 先上网填健康资料，就会当快速通关。这也代表讲民众的资料，政府拢有掌握，也把握着防疫的黄金时间。因为中国河南甲浙江省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量拢超过1000例，而且当地已经出现无法度控制的社区传播，所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伫咧乌北甲广东省了后，拄15开始，甲河南甲浙江2省嘛列做1级流行地区。另外，日本最近嘛因为小连续发生感染源不明的个案，可能已经出现稳性的社区传播，所以甲旅游建议提悬到第1级的注意，民众应该遵守当地政府所规范的预防措施。河南现在案例
里1135，浙江1131，其案例数的很多，而且显然都有相关的一个社区的一些群聚的一些现象。另外，因应中港澳的疫情真严重，对中港澳来台湾旅客，拢需要写旅客入境健康声明、甲居家检疫通知书。为着要提高国内检疫作业效能，还有旅客通关的速度，都暂时开始，民众若是有国内各电信业者的门号的手机伫咧登机进前去航空公司柜台报到的时阵来扫 QR code， 入去入境检疫系统的网站，利用等待的时间伫咧线顶拍健康资料。当航班到台湾了后，甲手机拍开，健康申报凭证就会用短信来发送。入境的时阵，摕手机凭证的画面就会当快速通关，而且这款资料嘛会做伙连线互民政单位，也就是讲，基站传递长就会当随将居家检疫的名单，会当减少时间空胖的时阵。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时候，事实上都有反映，好像时间上有一个空窗期。但是呢，我们现在希望用我们的资讯系统，把这样的空窗期减到最低。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到1月24到2月14为止，第二期居家检疫的人数达到22000多人，还有18000多人继续伫追踪，还有顶个月31捌停靠基隆港，后来发生武汉肺炎群组感染事件的选就公主和邮轮，捌伫东港去北极地区重要景点的民众自我健康检测期，时间已经到啊，有3个人抑搁伫咧采检确认当中，其他拢已经排除感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买登台湾的包机前期第2批名单也是无新的进展。这款留伫乌北的台湾人，因的家属在今仔日也去到陆委会တင်情，希望政府会当甲因斗3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亲身回答讲，因为第1批包机出问题，台湾这边被爱的是防疫第一、弱势优先的121个人名单，以及着派华航专机以及维护人员去甲因做伙带回来，所以互中国拒绝。中国国台办说查到机会，也伫咧批评蔡政府。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大社话讲，阮要回来，30多个家属去陆委会交တင်情书，因为厝内人各方调伫咧乌北，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第1班武汉包机回来台湾了后，传出名单的前期，第2班的包机到今也无结果，家属拢真着急，希望政府唔通用防疫来做借口，不互因回来。我们的家人在湖北，不是生化武器。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只是去一趟探亲之旅，回不了家。有家属表示，囡仔甲中国籍的太太登去乌北探亲，或者是去旅游，就去用条例。即马造成自救会超有400多个人，希望陆委会实施进程会当回应诉求，若无会找更较侪人来抗议。若是乌北经贸大商协会会长嘛反映讲，即马台湾人拢伫厝内隔离，买物件嘛无方便。顶一届千里送药的迄有病囡仔，药啊嘛敢若会当冻1礼拜。那另外一种药品目前是没有送进来，所以说不可以有突发状况，否则的话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那除此以外，大部分的都是因为有家庭的原因。我们对于中国方面的坚持无法理解，更高度遗憾。基于防疫优先、做事优先的原则，也为了避免有上次包机因没有完整的防疫准备，而让机上人员暴露于确诊病患的一个传染风险。我们认为相关的疏运安排应该按部就班。但是中亲身出面来回应，强调讲，所来武汉包机回来台湾必须要照步来，就是因为第1届包机出现问题，台湾检讨了后提出第2批121个紧急需要回来台湾的名单，由华航来负责，防疫中心嘛有12个医护人员来陪伴，随时会当来执行。不过中国也是以各种理由来前。不离个国台办随伫下晡发出反击的声明，认为讲是民进党政府趁机会伫惹事，嘛肯定是因为台湾人伫咧乌北带人回来台湾的问题伫咧阻挡，会使讲是完全无人性。嘛晓讲佮强调讲，台独是比病毒佮较毒的政治在下。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伫初10宣布禁止台湾人入境，毋那民众反弹，在野党也呼吁讲，政府就要展现强硬态度，使用反制措施。经过交通部去直接沟通了后，也经过辩论，菲律宾决定要解除台湾的旅行禁令。外交部也表示肯定。菲律宾卫生部初17夜强行禁止台湾人入境，民众拢真生气。外交部强调，希望就是下晡内阁会议用做出更正，也得继续沟通。也过回顾总统府发言人13面对媒体问的时阵，总统杜特地的讲法，讲是为了保护民众，敢若无意解除这个禁令。
Very emphatic siya kagabi. I understand. It transcends, sabi niya, borders. Kung pinag-uusapan ang kaligtasan ng mga kababayan natin. 美国总统府的讲话也引发在野党不满，认为新加坡疫情明明比台湾较严重，却是无禁止，要求外交部应该马上展现强硬态度，取消免签证、调回代表，加免读菲律宾新南向优惠。开始盘点所有我们可以使用相关的相对应作为，以及可能制裁的手段，展现我们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格以及台湾人民的尊严。 过去政府捌对菲律宾制裁3摆，2013年港大兴豪事件，国民党政府更有11种反制措施，包含冻结外劳申请、发布赴菲律宾旅游红色警示。这阵民进党政府表示无排除任何可能性，也果若是真正禁止菲律宾劳工来台湾，学者讲对台湾这阵经济会受到更加多冲击。移工协会更加呼吁，无应该互因担这个罪。底层劳动力都被当成是这些政府的筹码在使用，不会被当成人。 贸然的没有配套措施下面停止非劳的话，其实或许会对我们的厂商或者我们的产业，造成另外潜在的冲击。学者认为，杜特地真明显，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政治因素所做出来禁令，这是两面手法。这阵菲律宾在台湾移工大约有15外万人，占国际移工3成，多数在制造业。若是真正要冻结来台湾，资方欢迎西方有配套的做法来补贴劳工。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当日严重，喙暗加酒精正做防疫的必需品。总统蔡英文是去到台南视察酒精工厂，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去到新北市视察生产喙暗器具的工厂。台酒工厂的生产线一直咧运作，拍拼生产酒精。总统蔡英文下晡到台南视察，对业者配合政府防疫作业真有信心。 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体的产量是稳定的哈，那也可以支撑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个阶段的需求了。全部60条线就可以把每天口罩产能增加到1000万片，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就可以到世界产口罩可能第2高的国家。 甲蔡总统一人看一边，行政院长苏贞昌到新北市验收喙暗生产线，佮试挂喙暗，政府动用2亿的资金，甲民间企业合作，买60台喙暗机械设备，目标是逐工生产1000万片的喙暗。蔡政府对疫情控制的成果受到真济国家的肯定，但是菲律宾煞对台湾实施旅游禁令。蔡总统明确表示，若是因为政治的考量，无法度容忍。菲律宾如果有防疫上面的任何的这个考虑的话，我们也愿意跟他们坐下来讨论那看看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是基于政治的考量的话，那我们就要请他们三思因为我们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那也必然会有一些相应的处理。 对政府主动力配中国籍的囡仔入境，前总统马英九伫面册引用移动权利公约批评蔡政府机师，呼吁卖互民粹压过人权。苏贞昌嘛提出反击，也要量力而为。毕竟，如果要救人，船沉了，最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活，这就失去救人的本意。尤其掌握过政府国家机器的人，应该清楚要管理好一个国家政府机器，各方面是多么的辛苦，不要只有讲风凉话。苏贞昌强调，以保护个人的健康为优先，绝对无任何歧视。但是，当时该有第2台武汉包机等的台湾，苏贞昌讲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该放军初9、初10这2天拢派军机来射台湾，美国也对12开始派军机射台湾的领空。在今仔日，搁再出现美国的电子侦察机飞过台湾西南海峡。有专家也认为讲，这是挺台湾的意思。另外，也有美国的参议院推出台湾主权上阵法案，希望让台湾执行公务的公务人员拜会美国的时阵，会当展现台湾的国旗制服，无受到法令的限制。
就伫咧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的时，中国解放军却伫咧初9甲初10、24小时以来2届派军机射台湾，结果12美军有 B-52轰炸机等等3只军机，分别因台湾海峡，还有东部空域都北向南来飞。13甲14佫传出讲有 EP-3C 电侦机等等美军军机飞过台湾西南海峡，中美军力互相比拼的动作，去用认为这是美国真挺咱台湾。国军对于台湾海峡周边各国基建的活动都有掌握。目前状况都正常，也请国人放心。美国人这次很明显就说，好像昨天在台东有一个火箭要试射嘛。假设我们是他的盟邦，就说他对盟国或亚太或是亚太周边其他国家的动态他都想掌握。军事专家认为讲，美国来挺台湾，嘛是为着要情报收集台湾家己做的火箭发射的情报资料。是朋友嘛是敌人，不离个美国参议官克鲁兹是提出台湾主权向定法案，希望透过法案推翻奥巴马政府颁布的机密备忘录。禁止国务院甲国防部伫咧网站面顶打中华民国国旗等等向定台湾主权的花草，而且嘛允准执行公布的台湾外交军方人员伫咧美国的当电视国旗穿制服。外交部我们诚挚感谢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采取各项的有我作为，鼓励美国的行政部门要放宽不合时宜的台美交往的限制。目前法案已经得到友台、卢比欧等等8个共和党参议员联署支持。外交部强调讲，政府未来继续用实际态度，甲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伫咧原本的基础面顶，继续深化台美伫咧各领域真好的共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方法院审议卡神杨惠如防控告侮辱公司以及公务员定罪案件，在今日透早是头摆出庭。失踪真久的杨惠如也出庭否认有犯罪，伊也强调讲是伫网络发文是为着要对抗中国的假消息，或者是中国的网军。2个月的拢无看的人，杨惠如一出现了，对记者的问题拢无回答。今天会认罪吗？大家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养网军？1807年9月，伊航太伫咧日本关西机场造成灾害，网络传讲驻台办办事处无提供台湾人适当的协助，前驻台办办事处长苏启成正受批评。伫同年9月中自杀，杨惠如被指控操作网军大方向，间接害死苏启成。台北地检署依照侮辱公司罪起诉，这次开庭，杨惠如全庭否认，讲无任何业主也无对价关系，是为对抗中国的假消息甲中国网军。检方刚刚有痛批说，他认为您这边没有在这个起诉书的部分得到反省，他觉得非常的遗憾，您怎么看呢？你是想要表达被中国假讯息误导，才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吗？杨惠如13伫咧 FB 发文讲，关西机场代志到即马，有真侪人拢面误导，因也想要表达甲推波迄当阵真正消息，讲家己也是中国假消息的受害者，也讲下美遮尔久，是无想要伫咧总统选举期间变做特定政党批评候选人无能的工具。对这个案件，杨惠如的律师抗议检方送审的庭书，认为起诉迄天，甲起诉书散布互媒体，互杨惠如45天来是外界批评。对此，公诉检察官讲，对杨惠如的检举案件正多，过程并无不法。另外一位被告蔡浩平因为出国向法院请假无出庭。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消防队凤翔分队有5位消防员伫咧昨深更时阵爬上去拍火，却互一台大型的火车弄着，造成消防人员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而且火车司机有接触酒精反应，不过是无超过标准。警方讲也把相关检测资料交予地检署去侦办。因那受伤的这4位消防队员经过急救了后，性命状况拢是真稳定。最先为着拍火要赶紧通过，伫咧这路口煞靠车辆弄并去，人伫后座的风信小队长摔出车外，伤重不治，其他4个人只是轻重伤上北医。郭义警已经到一般的病房，那么其他3位呢经过医生全力的抢救目前都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那么生命的真相都相当的稳定。消防队表示，全球的消防员为着救灾，穿上装备了后，基本上拢无法度下安全带。死亡的冯小队长非常的热心，佮参加过真济救灾，表现是真好，嘛互同仁感觉非常的艰苦。很遗憾哦，痛失一个很好的弟兄。其实我们都退休年龄也都快到了，都可以退休了。
然后他因为是他可能顾虑到家庭状况。消防局表示，会全力争取所有抚恤，嘛会予受伤的人上大的协助。而伤者经过救治，性命的迹象拢真稳定。3个人伫加护病房观察，1个人已经转到普通的病房。车祸原因，警方初步判断是驾驶手黄灯，加上无听到警报声所造成，但因嘛互验出有酒精的反应。每1毫升有0.06毫克，0.06毫克。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它观测表都有过啊，我们会把这些相关资料移给地检署来侦办。一般的规定如果超过标准值，我们都会以公共危险来移送啊，0.15以上都会我们唱公共危险来移送。警方表示，这个驾驶承认家己有啉过提神的饮料，但因为无超过标准，会按照着过失致死的罪嫌来移送。后续嘛会将资料一并送予地检署。驾驶敢会互追究着酒后驶车的状况是按照检方的认定。记者刘婷丹、hen坤高雄报道。去年10月，伫台中大雅违章铁丝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来往生。台中地检署将专案终结，认定是电火烧拍电才来熄火，而且违章建筑的材质无达到防火要求，依照违反消防法定罪，甲姓陈的负责人起诉。不过，外界也伫咧质疑讲，指挥调度有问题，才会害死这2位消防队员。不过，检方也认为讲，指挥并无定当。这是去年年底造成2个消防人员死伤的台中大雅违法工厂，虽讲后壁去用烧掉的部分已经摒掉，不过头前的铁片工厂，居民讲已经换做其他的业者来做。继续是做无共款。就做铁工啊，伊个较早做玻璃拢的换。去年10月份，台中大雅区这间违章变色残骨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个消防人员无命。台中检方侦查终结，因为讲是抓手配线烧拍电引起火势，若是电线是安怎会导火？是因为经营违章工厂的陈俊富用并线无保护的方式来配电，搁伫咧防火通道大火旁，以违反消防法等等的罪嫌来起诉。它并不符合建筑技术成规里面建筑材质的一些防火时效的要求。那第二部分，它并没有依消防法的规定去设置维护消防安全设备。检方对负责人陈俊富提起公诉，若是现场指挥官认定符合相关规定，无实际部分，不过农地违章的问题真严重。根据台中市警法局的资料，到去年底是清查8640条，其中科技农地违章工厂估计有3571间，红列作过污染的干那4间，应该爱贴嘛干那2间尔。除非特定的或者有公安危险疑虑的，比较很明确的，而且它是有点刻意啦。那个我们才去专签去处理拆除，或者说辅导，或者说所谓的地方的一个产业发展，对，或者环境的一个保护，就陷入一种两难的一个取舍啦。检察官起诉业者陈俊富，侦查期间嘛安排双方去法院调解相依民事赔偿。不过陈俊富认为公安有道义的责任，愿意赔偿罹难者1个人新台票80万，甲家属提出来300万至500万是差真济，民事和解无成立。陈俊富获起诉了后，2个罹难者的家属都已经委托律师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记者综合报道。对社会有意义，无娘才会欢喜。长要10年的南怀公路，总算伫正月13开放梅山口到天池这段路也出现着宗教团体出去遐做宗教仪式，甚至甲贡品乱拼。这款污染的行为一定是人神共怒，警方也当场告发，上悬会当甲因罚3000块。嘴面黏咧黏咧，佮甲袋仔内底贡品哪行哪压。13某一个宗教团体伫南怀天池边仔进行祭祀的仪式，警方赶紧去阻止。袂使丢弃果皮啊、饼干啊，污染水源啊。手里捏糖仔饼，甚至佮等入去天池内底，造成滴水落去。当场防以违反国家公园法开罚，警方积极咧查。就因为这毋是头一层，之前有人伫天池边仔烧香烧纸钱，无顾边仔人甲阻止，警方教育管处接到通知了后，加强巡查。短短几工，各有宗教团体上山污染环境。丢弃物品及点香燃烧纸钱等行为，除会造成水质及空气等环境污染问题外，并恐引发森林火灾，造成危害公共安全之疑虑。南怀公路长10年，总算伫今年1月13开放通行梅山口到天池段。出名的高山湖天池的美景，互大家拢真想要去，嘛互宗教团体看作是圣地。警方教育管处除了呼吁民众爱守法，提醒违反国家公园法的行为，上重会当罚3000块。
嘛会加强说故事牌来宣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目前拢是无药啊，通好治疗武汉肺炎。不过，伫中国有一间公司讲，因对复原患者的血内面找到抗体，讲这个抗体会当治疗武汉肺炎的患者。另外，伫咧火神山病院也宣布讲，头一批患者已经康复，会当出院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对解放军下令，要加派2600名的医护人员去支援武汉肺炎。也另外，在中国官方的卫生单位也讲到，中国已经有1716名的医护人员感染着武汉肺炎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第14开记者会讲，中国到目前有1716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敢若是伫咧500省就1502例，目前有6个人死亡。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官方无伫咧疫情初期及时公开消息，造成医护人员违规防范，国家欠缺防护物资。而500省敢若12天死亡数就创新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解放军增派2600名来自陆海空三军的医护人员，分做3批到当地支援。第一批1400人已经到武汉市。包括运20大型军用运输机，也出动支援运送物资。我们有1200多名医务人员写到请战书，要参加医疗队。这次我们医疗队抽的是精兵强将，重症、呼吸、传染、防疫。有的人还参加过小汤山、黄埃博拉病毒的抗清。In a very vigorous set of action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and what the experts say is this has helped to reduce the peak in terms of the outbreak. 另外，一共19期来自中国各地医疗团队到武汉支援治疗重症患者。这些医疗队主要来自安徽、江苏、重庆、福建、山东、广东、黑龙江、天津等省市。医疗队员在抵达后将分别对口支援500省的疫情失去控制，中国中央任命上海市长杨强接替张超良担任500省委书记。杨勇捌伫咧浙江、上海甲习近平最近做伙代志，被看作是识家军。伊讲绝对袂辜负习近平的命令，会做好防疫工作，阻止疫情扩散。另外，收容几多千名患者的武汉火神山病院宣布有7位患者已经完全好势出院，其中有包括重症患者，年纪上大是66岁。希望全国的人民不要害怕，我们在这里已经克服了。是吧？大家呢就有战胜疾病的信心，没什么可怕的。另外，中国医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宣布，因恢复健康的患者的血浆，对11位重症患者做治疗了，发现这款患者的镜头明显变好，所以希望已经恢复健康的患者捐血，希望会当利用因体内抗体对抗武汉肺炎。记者综合报道。一个真水的国家希腊，却一直有移民的问题，特别是离岛当地居民已经无法度吞忍移民者影响到因的生活，因也在13去到首都雅典抗议，因为希腊政府打算要起新的收容设施，不过离岛本地就是一个小岛，人早就甜甜，而且当地环境卫生也真歹，当地居民也认为讲，就算起过较济收容中心，也无法度解决问题。对莱斯沃斯、萨摩斯甲其他3个小岛内市长甲居民，对岛顶悬大超过原本的收容量，等待庇护申请的外来移民已经挡袂住啊！即摆阁听到政府要起新的收容中心，就算讲是封闭式的管理，岛民嘛完全无想要接受，嘛无信任。官员表示，目前计划把这寡小岛的收容设施关起来。甲当地等待庇护申请的移民刷去本岛，而且甲资格无好的外来移民遣返。新的设施会收容最近来的外来移民，但是会是封闭式的社区形态。无论伊打算要去欧洲，也是申请庇护，伫咧等待这段时间，倒位嘛袂当去。岛民对政府甲这寡寻求庇护、互别国拒绝的外来移民安置的工作，看甲比希腊小岛居民的权益更较重要，是非常的不满。Creating new camps on the islands means that these people will be enclosed there, they will be entrapped there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过去6个月以来，希腊国府已经甲大约2万的外来移民送去本岛，就是打算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移民是来甲又搁济又搁紧，譬如讲莱斯沃斯一个小岛的一座营区。
原本敢会当收容2840个人，但是即卖有19500个人，早就已经超崩。其他小岛嘛共款，卫生环境愈来愈歹。岛民认为，一阵的移民到死啦，状况已经严重失控。政府搁起偌济新的收容中心，问题嘛是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在这届奥斯卡金像奖有真侪好表现的好电影加成上流，描写着南韩民间社会的生活形态。电影内面规口罩戴伫地下室的半厝仔，是真接看到情形。也搁有少人翕电影的店家，也变作人人爱去参观的新景点。生活歹过金家规个市的人住伫首尔散社地区的半地下公寓，想要趁政府喷油免费摕出来底消毒网棚，继续演10到要死。电影《镜星上流》开场的这个情形，互29岁相关住伫半地下套房的金多惠看了到底是真感慨。 영화 시작되고 앞에 그 노상방뇨 하신 아저씨가 이렇게 딱 비치는 모습부터 그냥 뭔가 저는 웃기지 않고 좀 마음이 약간 이렇게 씁쓸했어요. 왜냐면 제가 완전 공감하는 포인트들이 金多惠是影音部落客，因为照顾叛变父母，必须省钱过日子。伫厝家新贵的首尔，只好住伫种所在，厝只有顶半柜伫涂骹顶面，窗仔拍开就互街路人看了了。又搁用野甲网窗，窗仔开起来是湿搁翕。街路人讲话，也搁有脚步声，拢听甲真清楚。离的便所会甲电影内底共款，有一个真悬搁真惊楼梯，定来行踏无好就骨落去。 住伫这半地下室的所在，互伊对《镜星上流》电影内底所讲的散车人的人生是特别有感觉。 싶어하지만 결국 제자리보다 더 낮은 곳에 송강호가 가게 됐다고 생각을 하는데 그게 그냥 우리나라 현실, 지금의 제가 느끼는 미래랑 비슷했어요. 电影内底金家一家四个人靠着后披萨阿爸来趁钱过生活，现实内底也真正有这种店。 镜星上流摕到金像奖4座大奖了后，披萨店老阿嬷连续接受媒体采访，讲甲脑拢烧声。 가슴 뭉클했죠. 내가 타는 것처럼. 그리고 마지막 탈 때는 내가 눈물이 나올라 하더라고. 가슴이 막 뛰고 그래. 阿嬷讲，教唆要来找因拍片的时阵，家己根本无熟悉大导演，也个一个男主角。阿公也嫌拍片真麻烦，想要甲辞掉。是查某囝竞赛一直推荐，才会决定加入，也亲身教剧中演员后一个披萨阿爸。 即阵即间真细间只有10个以下位的店头，挂满导演的相片，也有亲笔的签名。电影迷也一直来参观，生意也加真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影响到咱国内观光。交通部打算伫后半年疫情较收煞时阵，要来实行国内的旅游补助，打算会投入29亿，补助时间是3个月。 观光局也表示讲，团体补助是小店一暗一人500块，自由行的旅客会当有经济部的优待券。目前补助金额是还未决定。停车场内底插甲甜甜，即挂原本经营花东包车旅游的营业车，受到国际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外旅客减少，国内游客家己塞车，业者订单减真济，有人已经做上歹拍算，可能爱卖车。我们现在车子那么多。 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司机也都没有工作。如果你发个包车券的话，给本地客的话，多多少少还是对我们有帮助啊。即有名景点敢若剩一寡游客，交通部初步规划针对客旅补助会变29亿，团客原则上甲过去同款，若是有过暝，每一个人每一案补助500块住宿的费用。啊，若是自由行的旅客，会结合中小企业厝的优惠券，结合百货、餐饮、商贩、市场会展送配套的优待。啊，毋过补助金额还未定案。在去年的秋冬游的时候，经济部的发了这一个抵用券哈，有搭配我们的住宿。 哦，就是国民旅游的补助，那效果很好。那这一次是不是只限于这样，还是会就是扩大好来办理啊，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抵用券？会不会民众听到这样的想法之后，他想说啊，那我就是先在家里等一下好了，然后我等到复出的时候，政府又发折扣券，我到时候拿折扣券再出来消费。 台东地区的饭店业业者表示，大房率已经到真济，剩无到2成。政府想要纾困的好意，可能要赶紧。业者嘛建议，会当照过去SARS时阵发那像消费券，这种会当直接使用的优惠券，会比抵用券更较少人客来。交通部回应讲，各路补助相关有路的所在，拢会下部会过来做讨论，以及5月份公布各路的补助细节。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武汉肺炎和市场乱糟糟，行政院有提出纾困方案，台北市也有相关的补助。讲到台北市要安怎来执行呢？市长郭文迪也讲，先看中央安怎做。另外，郭文迪13伫面册也呼吁讲，爱伫处理隔离民众，就要遵守法律。却就发生有3位2月18对香港入境的游客，本地爱伫处理隔离14天，却拍无去啊！也呼市政府头摆公布名声，请民众斗找人。为礼拜开始，个无公开行程的台北市长郭文迪总算出现。伊出席预计商店，嘛无挂嘴暗，因为伊认为无社区感染，阁算安全。但是前一天，伊伫面册发文，用词真强的，写讲互你方便，莫当作凊彩，呼吁需要伫厝内隔离甲检疫的民众，唔通乌白走，因为台北市政府已经罚12个人，唔过煞有人认为罚伤轻。常常国人那个守法的习惯很差，你知道，所以先跟你讲说，你只要怕走就跟你花钱。哦，我们处罚不是目的，管理才是目的。不过先这样，再不听就要加钱了。话甲拄仔讲了，但是阁有人找袂到。台北市府14公布，有3个为香港入境的游客需要伫厝内检疫14天，但是一直找无人，写的资料拢是假，只好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来公布因的名。这嘛是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第一届失联民众的名方公布，希望大家做伙来找。一个叫陈宝珠，一个张君诺，一个张荣华。等一下我们会公告在网站上。也就是说，这3位失联的民众呢，他都不是本国人，他们入境的地方都是香港，他们填的资料都是万华区武昌街的地址，他们填的电话都是中华电信的客服电话。我们认为他们的填具有相当不实的状况，我们认为是恶意的。目前台北市伫厝内隔离的人有118人，需要检疫的人有1770个人。不过有袂少人需要去病院看医生，为厝内到病院的交通，中央并无明确的规范。黄珊珊提出建议，希望买好这的人坐大众运输系统来降低风险。另外，对行政院的纾困方案，台北市嘛有准备。我们有先准备，原则上是这样，也不要再自己发明什么嘛，哈，用当年 SARS 的那个过去的经验。然后要再看到中央的办法，那再去把那些再修一修，我想这是最快的方法。台北市目前已经提出包括持有财产的租金减免等相关配套，但是如何执行，郭文迪指出要先看到中央的执行办法。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真正是扫到各行各业，亲像伫台北市的永康街，外国的观光客也变加真少啊。永康商科理事长也讲，这批疫情也互世界人减袂四成。另外，加上这个店面拢是真侪是10多万的店租，真侪店家也一直休工，特别袂堪哩啊。一罐饮料是准备要出货。主要饮料的头家讲，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来店消费的人客变少，顶多是外送的业绩成长真多。本来就是讲业绩的人拍平，结果算算的其实无赚，因为迄里拢和店租加外送平台费用吃掉。基本上外送有成长，可是他们抽成也高啦，业绩是成长，可是净利是掉的，就撑大概就1、2个月，时间拉长绝对是收了。本来想讲永康街人多，愿意加负担一寡店租，无想讲受到疫情影响，拢无人客。生理受到影响的一个即寡店，伫咧信义路甲永康街路口，台湾伴手礼专卖店，营收大幅度减少，根本挡袂落去。我们昨天就整个晚上都没有人，那甚至营收都大概只有2-3千块。可能没有办法 cover。我们的课程几乎是来自于韩国，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现在几乎掉了6-7成了。再继续恶化的话，那无薪假的状况可能也会发生。无人客，员工只好减班，甚至有可能会请员工休无薪假。为了维护冲击继续扩大，商圈协会伫最近串联永康商圈200间店面，家己做优惠款，刺激消费。预计3-4个时阵推出。优惠时间会延长到1年。另外，也甲银行、信保基金这款金融机构参详，争取更加侪优惠的贷款利率，也可能向政府争取水电减免。电费因为要呈报中央，所以要看中央的意思，甚至于税捐的减免，政府单位可不可以出来呼吁这个房东不要去调涨房租啊？相关理事长讲，有真侪店拢伫咧想办法减少支出，要经过这个武汉肺炎的风暴。
除了家己救，也爱政府互因斗3工纾困。若无资金较无够一寡较细间的店，面对突然间的景气变歹，恐惊是挡袂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想袂到无人去踅街，也是无啥人去看电影。明明这礼拜就是西洋情人节，却无啥人去看电影。而且电影院为了要防止武汉肺炎，看电影的座位拢爱隔一个空位。有的电影院是真周全，替人客设想，唔拿共放体温，甚至搁用酒精甲人客双手消毒。不过行政院消保处也讲，较积极防疫的电影院确实有较少啦。服务生伫电影院入口替入场民众来喷酒精、量体温。台北市哈拉影城最近宣布，体温超过38度袂使入去看电影，而且位也改用座位分隔法，每一组人客中间拢有一个空位来隔开。在过年前的那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业绩也有至少3到4成的这个影响。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左右分隔法的方式，让观众可以降低疑虑。你散场了后，服务生也伫个椅仔位来喷酒精消毒。业者讲，平常时摒扫时间只有3分钟，为着防疫，即阵拢会摒10分钟。2月14是西洋情人节，下晡已经袂少学生艾琳娜带着喙暗伫西门町电影院约会。观察附近几啊间电影院无看到工作人员替人客量体温。行政院消保处讲，顶礼拜5，因就派人随机访视台北市的9间电影院，发现因拢无主动替人客量体温，也有喷酒精。员工都有戴口罩，然后现场也都有备有那个酒精液，可是没有主动引导，所以我们就是有去和经济部跟文化部主管机关就加强辅导这些业者。测酒驾然后都没有嘛，那是还蛮夸张的啦，因为就是其实有些不管大电影院、小电影院，就是我觉得比较大的电影院应该要去做到这些。KTV 部分，消保处在新北市甲台北市访视7间，只有新据点主动量体温甲喷酒精。官员认为，整体5路场所防疫依然爱加强，然后开学就是避免大家活斗阵，若是无做好管控，惊变做一个防疫缺失。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伫去年发生15站的冰胶岛事故，造成6个人来死亡。为了要让冰胶岛更较安全，台铁也宣布讲要开8亿增加冰胶岛障碍物自动侦测系统。若准有人有车撞入去冰胶岛，司机员就当收到无线电的通知，就更较侪时间来做应变。去年11月，台中一个小客车司机准备通过冰胶岛时，虽然警视顶已经失去啊，冰胶岛铁轨档案也升起来，却是弄到南下自强号。事后证实是台铁的玻璃加派去故障。去年12年，台铁发生15站冰胶岛事故，有人车走入去，也有设备故障。为了强化冰胶岛安全，台铁头一摆将对冰胶岛建立障碍物自动侦测系统，用热感应甲雷达侦测，若是有障碍物，系统用无线电通报司机员。从地面上30公分。到往上到3公尺，这个只要侦测得到，那个无线电马上发报出去。在800公尺以外收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司机员采取刹车的动作都还来得及。照新增地对去年10月起陆续开始建地，预计110年6月底，全台主线293个冰胶岛就sẽ全部安装完成。台铁讲，因为火车速度真紧，未来若也是有人车向走入来，我都保证无事故发生。不过至少应加速通报时间，减少这个弄丢流量。不过台铁企业工会坦白讲，台铁设备顶顶塌塌，人员训练这是根本的问题。刚开始的初期的设备都是一件美意的。但是，不过它整个建制的结构，一直到后来到最后的结局里面来讲的话，都是漏洞百出。企业工会表示，在普悠玛火车事故了后，台铁进行多项改革，不过因为新进人员对维修人员无熟悉，新的设备甲新的规范，更加互第一线人员是真无用。企业工会坦白讲，只要补足人力、落实训练，行车安全自然就提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县的中部所出产的木耳占全国产量的7成。不过，中国出产的木耳透过其他国家做跳棒入来到台湾，却因为价销无到台湾木耳的一半，也互市价受到影响。农委会也表示讲，未来要求进口木耳爱附产地证明，来减少中国木耳进口到台湾入来。透过人工的方式征收木耳甲分装，嘉义县的有机木耳农场因为木耳大量进口的关系，生意嘛开始受到影响。其他传统木耳的农民因为价销乱去的关系，经营愈来愈困难。较严重的有几
大部分拢有咧休困，啊，看个有薪假啊，对啊。这暂时偌久啊？差不多有年外来啊。透过这个在海关查验的部分就能够加强的去做这个产地证明的这个查验避免这个中国大陆的木耳透过第三地的这个国家然后大量倾销到我们台湾来。为了保护在地木耳的农民，农委会会修正木耳进口的规定，要透过产地证明来控制第三方转入来的木耳。嘛有农民表示，先莫讲进口商的产地证明是真是假，政府对进口的规范要严格，对在地的农民要辅导，才会当让这个产业有发展。那如果政府在相关的业者或是相关的产销产跟销这方面，能够有更大的连接点的一个辅助的话，其实对我们生产者会更大的一个帮助。农民表示，目前进口上济木耳是一种叫做传染的品种，外皮看落金骨金骨，食落脆脆，和台湾大部分咧种的木耳是无共种的。希望政府除了要求产地证明，嘛会当甲品种分开，互消费者了解在地甲进口木耳的无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果菜市场食头路20多担的黄俊豪，去年甲头路撕掉，当甲无囝做回来做事。因翁仔某所种的番茄姜，申请到产销履历认证，也甲较歹的咸椒仔摕来做咸椒仔酱，互民众买甲真安心。大网仔种番姜，愈敢捌看过，食几片发甲正暗个青冷冷。黄俊豪离开果菜市场，甲伊牵手黄芦亭做伙种番姜，佮拍菜果，甲土杯灌来种，就算雨路佮较大，嘛毋惊淹水。安尼伊也是芳替番姜仔授粉，用心对待因的产行。在网室里面，虫会比较少，大只的虫会比较少，然后它不喜欢阳光太大一直照射所以在网室里面，它就算在夏天的时候，它太阳也不会过大，只是说它会温度比较高而已。黄俊豪甲跳手的头路撕掉，甲黄芦亭共心做事。在果菜市场食头路的时，伊就鼓励做事人看到农业安全。即马家己咧做事共款顶真。黄俊豪种的番姜有产销履历认证，也甲水的卖去市人地较歹，就留来做番姜酱。整批出去，在通路上那边就是弯果或是次级品，就会想说把它做成现在的加工，因为农药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辣椒酱相对会比较安全。翁仔某若共心，乌土变黄金。黄俊豪甲黄芦亭毋惊艰苦，种番姜种出一片天，互人客学路讲种番姜真敢若山坡路。这就是对因拍拼上赞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您敢知影？彰化市的国定古迹甲县定古迹是全台湾密度上界悬的所在，真要家家户户做伙参加迎会顶的活动，咱也做伙来看。游街民众一阵一阵，有的赢大顶，有的摕红纸做的环保花顶对音乐跳舞，街头是闹彩彩。为着展现彰化古城的面貌，彰化市政府特别举办花顶彩街活动，让大家摕古仔顶游街，也熟悉地方的历史文化。300年的历史来做咱灯会主题，所以我们是彰化300古城新生。全民参与，每一个人拢做无同款的古仔顶。彰化市内国定和县定的古迹是全国上多的。彰化市公所团队以关帝庙、孔庙等等的古迹，串联规个彰化市中心。5花10个花顶和装置艺术是满世界，让民众会使沿路行、沿路欣赏。包括彰化头一间庙寺开化寺，也就是人讲的观音亭，也因为这阵有彩街活动，吸引真侪人来遮斗闹热。开张显化，所以咱好像开化寺，所以这里游览很多信徒来这里朝拜的时候，咱安尼大家按喙齿放去修度，修度的时候呢，有一些族群的误解的说这个拢去开化寺观音亭拜拜。家家户户摕古仔顶出门踅街的景象，经过时代变迁，即阵又搁出现伫咧彰化的街仔路，也有囡仔专工因为即摆活动做花顶，了解当地古迹的文化甲历史。记者综合报道。
伫南投日月潭的樱花是开甲满山坪，各舞蹈地花等等活动，做伙迎接第20档的樱花季。各种品种的樱花花期按算会开到2月底，也请各位观众朋友着把握机会。樱花开甲规片红，南投日月潭的樱花节办20档，今年阁有西班牙的舞蹈表演。游客表示，接纳花红、风景水，最近的舞步，把互人看到心花开。今天看到樱花盛开，感觉就很兴奋，因为之前来好几次都刚好没有遇到樱花盛开的这样子，对，所以很高兴。这边好像有5000多棵樱花树，所以就是整个盛开的感觉就很漂亮这样子。今年樱花的花期按算会开到2月3月，去伫香港所甲九族文化村合作，伫樱花树的树骹办茶会，一边赏花一边啉茶，实在有够雅气。又好，最主要是因为今年有够冷，而且这个我们春节有一波的这个寒流，之后今天太阳出来以后，啊，樱花全部都开了。我想今年的这个樱花可以一直持续到这个2月下旬，还有不同的这个8重樱、富士樱不同的樱花都会陆续开放。咱迄地阳光所结合着咱九族文化村的这樱花季吼，伫咱16号甲着22号吼，咱展开这个樱花茶席，互咱的好朋友吼来体验阮迄地的好红茶。唔那只是会当赏樱花，暗时也开放赏花。2月7日开始，园区就开放赏夜樱，唔管透早也是暗时，拢有无共款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德山镇湖社区。有一个全部拢是4大人的卖老歌舞团，因也鼓励老大人出门运动交朋友，咱也做伙来看这阵卖老的老歌水。庙埕头前有一阵阿公阿嬷对音乐甲老师的脚步在跳舞，表情看起来真认真。原来因若是在运动尔，因是社区的歌舞团，当天练习要出去表演的舞。真快乐安尼啦。跳舞较快乐啦！跳舞啦，像运动的，对人的身体上拢有真大帮助。我的改变就是亲像心内安尼吼，不感觉讲有较会开去。南投县德山镇的丁湖社区，真积极推出一寡互老大人会当参与的活动。因为社区的阿公阿嬷拢真活气，喜意跳舞，嘛真爱就台表演，所以社区就替因成立卖老歌舞团。唔但互因振动身躯，就台表演，佮互因有成就感，心情佮较开阔。传上台跳舞，第1届、第2届了，因就感觉讲，安尼这个活动足好诶，所以阮就成立一个叫做卖老歌舞团。啊，当我们成立卖老歌舞团的时阵，要开始练的时阵，因就大家拢足投入，安尼足欢喜，安尼来参与。面对高龄化社会，关怀社区内底的老大人，变做一个更加重要的工课。成立歌舞团，互阿公阿嬷更较爱来社区的活动中心活动，嘻嘻哈哈，身体健康佮快乐。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维新世界自由恋爱，不过伫咧这个现代无原路来看红丝路，真怕会当用手机啊软体熟悉着别人，甚至是做朋友谈恋爱、结婚生囝。时代伫咧改变，咱也做来看当今社会的网络约会。即摆人若要熟悉新对象，拢毋是亲戚朋友介绍，是用即种手机的约会 APP， 用总头点几个就超好势。毋若是经朋友的范围增加，安排约会金钱甲时间的成本也降低。若是尾仔发现对方甲家己无相合，想要拒绝的时阵，交友软体也让替大家省真侪麻烦。根据美国上新的一项研究调查，30%的美国成年人有使用约会相关 APP 甲网站的经验，也若是30岁以下的人有到一半人用过，规个产业甲周边的价值真大。I think the total market valuation of the 3 or 4 majors is probably approaching $30 billion on an equity basis. 网络约会除了带来社会改变，互男男女女会当扩大甲人的交流，有更加侪机会了解家己想要找什么款的伴。对经济层面有真大影响。就讲真侪男性可能为着要互家己伫咧约会软体顶头看起来更较吸引人，会买一寡美妆产品来装扮家己，连带带动男性美妆消费市场。不过香水的销售就无明显，因为伫咧网络是看会到、听会到，不过翕袂到。They now control such a larg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go on dates that we think they can sell event tickets, that they can sell bar and restaurant reservations, that they can sell cosmetics, that they can sell clothing, all the things you need around going on a date.
专家认为，高油软体发展的潜力正大。除了 APP 本身的付费制度，若是咱甲周边的产业深度合作，互使用者去买其他服务，敢若是趁抽成就正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要放假，天气敢会变寒，气象预报咱也做回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去看古水的北极熊仔镜，也感谢您收看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